坐下。是。儿敬爹娘一杯。儿家院中将遇上，体为高义心花放，为着永居喜人乐，心满意足无在堂。夫人，女儿子看看你娃一身伤，上里匹配是一郎。将是父爷到底长牵挂，苦心妇女皆东岸上，须有那才貌双全关外子，才能够下兵中铁去君王女儿，女生苦得啊！爹娘爹爹把婚事讲，许得我满面笑看来上。
回来。何日？实在要风才过我那弟弟水上游台，实在要报金枪要福田。啊，王儿我儿，快去给你刘氏兄弟取喜来。哎。三妹妹，三妹妹，石大嫂，趁你这会儿可曾回来？找我儿何日？长爸请坐。要奉家务东王催到，差点把我也要到了，少不得有请着你这会儿被我操劳修理呀。好，石大哥回来了。母亲，石大哥，石大哥回来了，石大哥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石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长爸，母亲，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？大家早就要风之后，特来找你。是啊，母亲，现在我如遇要风，就口上无声惊呆，当下休息一阵。母亲，请看。瞧，这颗大宝子顶着不少银两。是啊，长爸，你看。仔细当时回国王，回家千金与杂碎，既若要怪30岁，却为我官府保育名字哎，像那妖怪魔法厉耶！难道我等不幸就成那妖孽为不成吗？哎，刘师兄你说的对呀，母亲，自从那妖孽为朝灭罪，本来是风来涌去无止境，今夕被谁在见功法坛中，须成罪，须记为国，记真罪。我儿之意，孩儿我要是富裕是不爱，请求母亲接应于此。爷弟，你要三思。母亲，请把我儿100万，倒叫我留在心里惜才回。有的是啥家带兵是一马，只要难了俺与为，喜的是我儿见你自用为，不负老身常教诲。母亲也罢，我儿既若有他志，为娘我岂能从中多知哎？不见母亲，我儿稍等。来，石大哥，我来敬你一杯一张银赏。一根火有高情，一杯水举暖胸心，为民子都成功，但愿你以我开天为家门，但愿自取要赢，早得平安回来。多谢言语。儿
母亲，这是我家主人进来良苦，你多把他带在身边，为难之事以作报身之用。多谢母亲。兄长，家中一起，全仗兄长一人了。众位乡亲，咱也就此去也。皆为君子，上人千两。年轻57岁，早为骏马，早为骏马。对，我是关照着你同去之样。好着你大腰子，人工名上一盘喽。好着你少不成，便休息，通风报信，也与共。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你要是不答应，这就是结死路。眼里为兄受得你好苦啊！兄长为我过来。哦，为兄放心不下，那你过来也好相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兄长而已，不过此人多有风险，万望兄长委屈在是。哎，眼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想当年忘恩履落在兄长真要去，为兄一定要去。好，走吧，走。
啦，你这小妖，快快离开！兄子，想快上进，这婚事我是事不中，这岂不爸爸断送性命？这性命嘛，有道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卷。他凭一四句家忙，三生四女力气昂，这样女子令人敬，我不免就生自居出地郎。君子，我救你出动，你救我出动，救你出动，你不骗我，我骗你做人，是话当真，当真，当真。多谢姐姐，请你快快救我出动去吧。你答应我一件大事，什么大事？答应忙要的婚事。哼！因此夜来老兄长，记录其中便知道。花言巧语我不必，我育儿不怕追来闹。君子啊，请你息怒，听端讲。你错怪我一片好心肠，答应婚事本是积极中令话语文章。你当我是哪一个？你我俩少女是一样，我本请你把土心，修身养性在三纲，哈忙趁我不办事，真把金手藏上，真把金手。害得我一身法力难施作，他风中来比女当，给我与你思想。要法争取得下，是非欲开此手的牙子，现在何此？在忙要身边，倘若穷子能加以答应忙要的婚事，这我实是害怕。不用害怕，给我报与忙要知道。冰龙子，君子他已经答应了。他忙呀，
即在此消失。兄长，小里小去，这兄长。眼里还是维修下去，兄长，小里小去。
家父。就要进我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我永别忘舅子家父。哦，原来是高君子，你怎能到此？蒙要一边个勇胆打死了。啊，杜相公，真是恩重在上，没此不罢。君子，杀要自黑，你不容日，君子不必挂齿。各位本公，圣姓大名，夫居如此。我命杀你，家居马鞍山下，君子此非久留之地，请随我出动去吧。是。哎呦，君子为何？我失了血性一张，形同不便。哦，小姐原来是君子之物。恩公，昨晚路遇要夫，我就用中当下休息一阵，真是不在身边。出动之后是道梦吧。恩公的大恩大德，正是我粉身碎骨，难以报答了。君子何必这里报恩二字？哦，君子，请随我出动去吧。此次与老恩公了。几次逢山梦一句，大事无意江州，新疆在金梦才送你。安公妻子必去
不在遇不到。
马与你英雄配欢迎，君子不必多猜疑，那你岂为有此心？那么安公难复云，我定能受苦与安平。大智在望远有余，眼睛巧练几次音，看水何须三人知，看你离湖面在情。君子。王问本是关万子，九州落怕受贫穷，是一番咱们王爷来最亲，定能与从正门庭要做王中。为儿女啊。
儿郎，你是何得救的？哎呀，爹娘他要进江送我进，大半不愿明月吃饼。孩儿不同居一次，幸亏刚来了救命啊！我为报你子才知恩，我已讲什么？已讲什么？已讲他的姓名他家是哪里？叫我名字。他家是在城外马鞍上，那你就是他的名。啥你7病千岁，哪位壮士尚在门外等候？快告成天亮文银送谢于他。那壮士手上有要物，是名人千岁。要问，多谢千岁，此事小民丢担告错了，这仗事不必多礼。启禀千岁，小民尚未通过性命，千岁正是小民的性命。本官来听小女所言。请问这仗是先相如此，朱局长为马鞍山下，领正领堂而好。家父家母早已去世。哦，这仗是无以为生，实来掌柜当你为生。大理为生，小民在云中当下修写一阵，得来精神千岁。来，快送与君子，也好让他喜欢。是。那仗子在开。愿为朝廷立功勋，那与此一苦在也，本万物平将高官千
有重伤，杀父气死可怜金。小民王真求救心，报千岁，不以君子一言行。王夫之事，其民皆可比。杀长子既然家中无人，不妨暂在府中治下。此事小婿，此事小民求见王爷千岁。杀长子暂到东乡书房治下。多谢千岁，多谢千岁。玉梦府，难道这败了军师一线谁？我想到哪里去了？兄长与我谁弄报？岂为无端家我对？何人？以我在此受难。我本把粗心，受难在东西，啥能开法所？求你从今天，谁能开此法所？是非有忙要的雅事不可。你看，真是此吧？待我给你打开。千女八里七所望，真是下下万中上。上嘴回来清风起。飘飘插动哎呀，不好了！李阔，孙先生少了一颗宝珠。
报纸常在，你快起来，等我将他奉上。这倒不必，此刻上早。春啊，你看这绣线宛如从前一样的好看呢。是啊。千岁女扫绣线，龙凤宝宝喜四品，想不到知县不大家名贵，他望的君子切红人啊！你无得什么？天大喜事，谁管无声？王府里上上下下，谁都不是这样说的。我不爱听。春郎早有件要紧的事，想告诉君子，你不爱听啊，那就算了。哎，春郎，春郎，你要说的是什么事啊？喏，还不是为了杀英雄这件事吗？君子。杀英雄故作好人品，风姿翩翩杀人情。他不但是个哑巴，理查的英雄话，哪怕王子什么？知府在也，人说完。杀英雄人品好不好？你是怎么会知道的？像他那样英雄，哪会不好呢？君子，他送你为夫，你是看得清楚的了。哎，公众好乃本地，英雄勇貌看不清。只觉他义勇放尽人苦尽，他自顾自在老在一路之上，你还没看清楚啊？像我出动之时，早已三昏过去，恍惚之间已到王府。哪怕什么？等你们同房化作的时候，你可看过狗啊？看你，君子你，哎呀，君子，这个君子王爷上楼来了，快出你！弟弟，女儿，弟弟请坐。你也坐下。谢弟弟。儿啊，你修行尽空，不知今日精神可好？清晨起来，精神倒是好的。是此真好。儿啊，从今往后，你好好在修留养息，无事不要下流。千岁，有杀英雄在，他是啊，枪杀英雄时啊，救命恩人，弟弟理解。他仗是只要有功，理该军事贵宾，这是弟弟儿啊。从今早有我们家，末日到来儿家话，为我一子无妻子，终生只要孝子吧，结亲
到龙凤相配门无当，大丧事财神并天无名望，正与我金秀门的起来。商量大子女幸福园，我与为吾主子，家兵临协堂元郎。大英雄恩情怎么为吾应人子子家，我只为初日终身非定长。弟弟既已早知四方，哎，我儿乃是今子月夜之期，叫为吾又是何舍得呀？杀伤是自用上计，也是可敬可佩的。啊！是此时来，我儿倒是自己愿意的了。弟弟我，长郎，你先下去。女儿尚有一事，是禀明弟弟。我儿快快讲来。弟弟呀，在东风大木那二下上身，大英雄娶了你去重生，快地图那相报。报子，归国之分，怎能轻易相认？愿终身奉祭祖，许下婚姻。不该是此草率。总是我儿也与无知，莫非是他强拒于你的？不，杀英雄杀分事中，再三推脱。哦，既是此，则在他的报之之时，为吾这是非的。只怕是儿女私情，难与弟弟明言。
什么？哎呀，小婿，小命忙于护送君子回来，只怕在路上失落了。啊，失落了。正来在报纸，乃小女心爱自问。这，在小命，这许信来就是，信来就是。是你怎么掉下山眼里去？那君子呢？哎，眼里呀，刚将君子拉扯动，我听得声声呼啸尽声忙，唯恐君子有意外，先送为父面朝阳。心惊慌，深山不管把夜路长，我且等天明关得来，邀请眼里来暖凉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眼底不信，为兄可以再听明子。王本身有非你之心，将来定遭断流之才。兄长何必如此？你我一同回家去吧。好。姐弟，你是怎样出动的？洞中小兵来派，也有那把土仙子救我出动。何人杀了盲妖？不杀盲妖，怎能出动？是啊，是啊。姐弟，君子出动之意昏迷不醒，你是怎样切腹于他的？出动之前，君子并未昏迷，我与东宫切护着他，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到东门。你们讲过话了？话倒是讲过几句，这是里面还或者看清君子面貌。爷弟，天是君子，少神你可保之？倒有此事。可否让为兄见识见识？好，兄长拿去看吧。真好，宝子。爷弟，你看那是什么？
来往？哦，莫非你久不知道的把土仙子？真是小心恩公啊！恩公你英雄盖世在少卿，应呀让你人敬敬，但须知世道崎岖多艰辛，要将那真心在恶来分辨。从今儿家逢机遇要留意。把你记下了。恩公娘，你切记两你不能免，不列先机。大哥，刘师爷的。是大哥你回来了，到么呢？是啊，刘师爷的，我正要问你，我叫王明为我上书。哦，怎么昨晚去王府找你？难道你未曾见到吗？到高王府找我？嗯，一夜未归。是啊。等我先去王府寻找。哦，是大哥，是大哥。今日相见，倒是见到水乡王大人，他就是你来日的宗师。小婿，膝下就是了。如今王爷千岁，小民的母亲现在王府为人为家，你来寻找。来找你的母亲。你是无人，小民心肠明义。善女。大胆刁民，岂敢与穷马同命？啊，王恩原来是你啊！王恩，启禀有误，这刁民岂敢冒消息之名戏弄有误。来，将他红娘撤去，且吧。大胆广度，竟敢到王府冒名招骗，小民本是善意，怎敢冒名招骗？善意乃是只要英雄，本蛮早为骏马，你无事生非，不怕死吗？哼！是那王妃冒了善意之名，写了王府招骗，只怕千岁不知。哦，他是王妃，不是善意。我是善意，他是王恩，你二人是相识的，相识的。有误。既然你是称善意，天降生死将来，千岁永必。那你所居马鞍山，上里为谁无人归？给将来。那你所居马鞍山，上里为谁不生魂？你们是怎样相识的？千岁。那你当里在山中，那王恩生在于府，汉
女生将他就一结进来学一岁。有三年当年在山中，老王恩深山渔夫看居民，虎口余生将他救，一结进来兄弟才啊！这人将士要进攻将来，千岁有礼。有无？小婿亲送君子回来，当面人上休息，岂能是假的？千岁，那王恩将小命夺起动来，休息不是他打下来的。君子所着的宝子，难道也是假的不成？千岁，宝子也是王恩骗了去的。有无？小婿面神休息，宝子是人，难道比不上一个口舌无凭吗？是。启禀千岁，君子他要亲自拜问。好，快请，快请。夫人君子来啦。儿郎，快快分明真假。君子问话来了。问就问吧。李桑，你是怎样救君子出动的？咱呀救了君子命，苦中海岸路难行。我手牵东风接引路，莫说一步到东北。李桑，咱要救了君子命，公主好路难行，手牵东风接引路，莫说一步到东门。路上讲过的什么话？君子回报君民恩，报子小人须昏迷。君子为报救命恩，报子小人须欢迎。你是怎样表示的呢？我嘛，凤凰原是夫
的。我知道把你救人非王法，我杀你当理为真家道皮，君子身边情难归，不知带梦受你。君子与怎样为啥呢？你知道谁是王府归千金，心灵最苦与爱别，我是非公就是你的心，写下了八字用了魂。写下了包子语，你还讲过些什么？我知道八字在我远有余，你知道年轻巧女几字音，开水句开门子，在你虎脸登基。弟弟，他吾方广主，竟敢冒名张贴，还不众人招来？小明这个办事，小明这个办事。来呀！将他一关不去。是。千岁，此间真相大白，不知我母亲言在何处？你母亲？哦，快将老人听出。可见千岁，快请起，谢千岁。母亲，小畜生，你还生生为娘？母亲，你尽管到王府是造句吗？将为娘丢弃不顾。母亲，儿哪有此？这巨人，你还管强辩？老人家，你不要生气，女儿是王恩谋杀英雄之命，前来照耀上天的。母亲，你看，王恩，王恩，这就是你王恩为你的下。